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社会新闻有时阵报道讲话，甲人恐吓，这是会牵涉到法律问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恐，读可用恐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恐，都有惊吓意思，像咱讲恐慌、恐惧。另外，恐惊安怎，就是有可能安怎意思。嘛会当讲是恐怕，惊做安怎会惊吓，咱讲是恐畏、恐怖。另外，讲话甲人放刁，害人会惊，咱讲是恐吓。带大家做伙来详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恐吓，这意思就是讲用威胁也有压迫方式讲话或者是行动，互人会惊吓。嘛会当讲是甲人放刁、放声、甲人吓。第二个词恐惊安怎，意思就是有可能安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话若是黑白甲人恐吓，恐惊是有刑事责任，就要吃官司。讲话也是较客气，好气生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恐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